大家好，我今日就嚟到荔枝角香港工業中心呢個人人都熟悉嘅時裝批發市場，由製衣產業、時裝批發去到而家嘅電商直播熱點，究竟荔枝角點樣演變成而家西九龍嘅工商熱點呢？今日我就約咗工商字典阿的同你講點樣演變啦。Hello 阿的 ，Hello Elisa。嗱，呢度嘅轉型故事咧，正就係香港經濟嘅縮影啦。上次你就話觀塘一個心臟加速器啦，咁今次荔枝角又係啲咩呢？我中意叫荔枝角做產業多士爐。產業多士爐呢個名都幾得意喎，係啲咩概念嚟㗎？荔枝角咧就好似一個多士咁樣啦，佢分上中下3層嘅，下層咧就好似未烘熟嘅麵包咁啦，成本就比較低嘅。哦，咁中層呢？中層咧就好似多士焗到金黃色咁啦，外殼咧就翻新咗，裏邊就提升咗咁樣咯。哦，就好似而家嘅活化工廈咁樣。上層咧就好似焗好嘅麵包啦，咁就加好咗啲料啦，咁就可以完全可以即刻食用嘅，就好似而家啲全新工廈咁啦。哦，即係話咧，創業者咧就可以自己揀多項或者少項，窿啲或者冇咁窿。荔枝角咧就係一個比較奇妙嘅地方啦，佢可以同一個創業者咧，可以用一個較平嘅價錢，去用一啲舊嘅工廠大廈啦，去開創自己嘅事業。跟住中層咧，當佢發展到一個階段咧，佢就可以喺啲比較活化嘅工廈咧就租用啦。跟住到上層啦，發展嗰陣時可以用一啲比較好嘅商廈，更加多嘅設施配套啦，令到你嘅事業更加暢順。所以荔枝角係一個一條龍服務，令到你更加生意好嘅地方。我睇到新聞咧，呢排咧都有好多大集團咧係買咗呢個荔枝角附近啲大廈投資喎，究竟係點解呢？主要就係性價比啦，因為同樣質素嘅大廈啦，喺中環金鐘比起呢度咧，呢度係平3至4成嘅。而呢度最大嘅優處啦，就係佢交通非常方便啦，去深圳灣啦、高鐵啦同埋機場咧，都只需要20分鐘。新樓就越起越多啦，咁會唔會嚟緊逼走一啲本地嘅小商戶㗎？啱啱相反，好似頭先我講嘅多士理論咁啦，荔枝角咧係更加適合各行各業啦，可以喺度共融共生嘅地方。咁荔枝角未來嘅發展又會係點呢？新大廈會陸續落成嘅，咁交通啦、商業啦同埋辦公咧就會無縫連接噶啦。D2 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，呢度就集中咗呢個飲食啦、娛樂同埋市集於一身嘅24小時社區。荔枝角咧日頭係工商區啦，而夜晚咧就變咗文青嘅生活圈嘅。新舊共生，咁荔枝角已經形成咗一個商業階梯嘅生態圈咯。所以荔枝角嘅秘密咧就唔係話剷平過去，而係將歷史咧變做新嘅優勢。呢度咧就冇維港嘅景色啦，但係有香港貼地嘅生命力咯。